厝内动物伴猫仔狗仔若破病，伫市区要看病是真方便，也毋过伫偏乡就较困难。为着要改善偏乡的宠物医疗环境，新北市即马有推出医疗巡回车，请兽医去偏乡做医疗服务。 偏僻的新北市贡寮山区当中，人破病要找病院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。搁免讲动物破病要安怎？当地的居民表示，因的狗猫仔若是要看病，就爱去甲瑞芳，也是家人，车程拢爱1点钟。有当时啊，若是送袂到位，就爱接受宠物随时离开的准备。需要家人直接送它，也是要40分钟的车程才能够到瑞芳的动物医院。所以突然生病，我们因为它是老狗了，所以我们也会接受它突然间生病，也许就死亡了。 其实新北市动保处推动兽医甲偏乡巡回医疗服务，到当一定是第5档啊，也服务超过5000只的宠物，嘛因为收费较少，着沙丁堡的民众专工带伊的猫仔来甲贡寮结扎。是三重人，然后我就是上网找这个资讯的，然后因为就是结扎费用其实是偏高的，在动物医院，然后我就想说要省钱，这边就比较便宜，然后大概差了4000多块。预防注射啊，健康咨询啊，这个晶片注射这个是。 当然是最长的啊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，比如说皮肤病，这个也是很常在，不管在外面临床或者是在偏乡，其实都还是很常遇到。兽医表示，真侪偏乡的阿公阿嬷因为无方便带狗仔、猫仔去市区看医生，动物来到现场空喙，拢一定真严重啊！伊呼吁新北市偏乡的居民爱善用政府的资源，定时带动物到巡回医疗站检查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斌哲新北报道。